阿弥陀佛啦！这个千年尸怪是糟够苦的啦！你甲看规个洞内拢是尸体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啦！老汉爷，这个千年尸怪实在是凶残，我们要赶快把他给制服了，要不然啊，还有迄要不然的啦啊！我跟你讲，张大人，咱两个即马就出甲我出来，行，好。罗汉爷，你真是害苦了我！我要是顶得住，我也不会来找你帮忙了。哎呀！不要过来！这是伏魔剑，专门斩妖伏魔。这不行了，好，嘿，啊！怎么样？怕了吧？怕了这个网了吧？周大爷，我来。罗汉爷，你来到这，赶快帮我张网。我张网。鸡叫了。鸡叫。鸡叫就表示讲已经要天光啊，天光啊，日头就出来。哦，张大人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这千年尸怪惊日头啊？啊？不错，这个千年尸怪一看到阳光就怕。哎，罗汉爷，那狗牛呢？哦，你讲白灵哦？嘿，无啥代志啊。哦，张大人啊，不过我伫咧破庙内底，佫发现有一个僵尸呢。还有一个僵尸啊！快带我去！来，网给我。不，张大人，这个网吼，你有伏魔剑啊，我吼就朱砂网啊，一人一项哦，较无相偏啦吼。我先收个保本嘞。嘿，罗，慢啰嗦啦，行啦。哎，这都是尸怪的残酷恶行。可惜就莫话万来一卡步。阿弥陀佛，这尸怪实在是太残忍了，连回心我看了也忍不住想要动咯，真正是阿弥陀佛，你是罪过。张大人，你罗汉爷惊险啦，我都没活啦！哎呀，等一下！哎呀，罗汉爷惊险啦！哎呀，嘿，哎呀，罗汉爷，你怎么还在前面啦？哎，是你家己洗染掉头呀？哦，好，我过谁？哎呀，喂，嘿，哎呀，你怎么还在前面啦？不是啊，是你家己要洗，你也无叫我叮当啊！罗汉爷，什么？你叫爷也没有用啊，四两棉花啦！哦，什么意思？免谈啦！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杀他，我不肯啊！你跟你讲的哈，你已经就残忍了，你这种行为啊，愈残忍了，愈恐怖了。他已经死了一次了，你要给我抬一摆，你袂感觉你做过分的吗？啊！我过来！张大人！哎呀，救命！罗汉爷，快甩开他！进了，进得最快了！我怎么知？进的是快的是。
啊，嘎掉掉，我是两个当嘴，小二啦，什么意思啊？都是谁你啦？谁？我说在谁里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罗汉爷，我来跟你斗卡球了。我吃，我吃，队长，我的道歉啊！哎呀，罗汉爷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不会把他塞到我这边来。我左吃，我右吃，我上吃，我下吃。总大人啊，虽然我已经出街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忏悔，你甲我还这道啊，刀剑无眼。好久没练剑了，我也谁厉害啊？喂，我左吃，我右吃，我上吃。赵将军，你不是说上次吗？哎呀，我是说你上次欠我一次啊。试剑的时候，你别讲上次的代志，会误会。哦，那我换个姿势，再来一次。别打了。好了，面都是不要了。那人在你手中，你赶紧改挂。你要我做些啥？赵大人，唔紧啊。哦，好。无惊无代志，行到有耳啊，算去。所以我说要快嘛，爱紧可以消息，那是无消息啊，可以加掉，就变成僵尸啊。是啊，回是我降妖除魔，将来莫拄到这僵尸谁要啥款？就这厉害，系啊啦。什么代志？这头拄我这两个加掉就这厉害啊！千年的习惯，唔能愈恐怖。特别咯。所以我讲，爱紧找到伊啦。安尼就，咱两个混下来找吼。罗汉爷，罗汉爷，哎呀，大白天的这个尸怪怎么找啊？为什么跑那么快呢？为什么走安尼紧？这句台语真标准哦。